粵語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啷禮，其中個禮字係咁樣寫嘅，用拼音輸入法輸入了伊可以揾到呢個詞喺《戰國策·燕策一》裏邊就有出現咯。原句係夫趙王之啷禮無親，大王之所明見之也。話說喺戰國時代啊，張儀就曾經去離間燕趙兩國之間嘅關係，就去進見燕昭王啦。同燕昭王呢就講出咗啱先嘅嗰一番話，翻譯過嚟嘅意思就係、趙國嗰啲君王啊，個個呢都好野蠻，好唔講道理噶，唔能夠親近噶。大王你應該都好清楚。所以啷禮原意就係野蠻唔講道理，我哋粵語就沿用落嚟啦。嗱，日常啊，我哋講佢份人啊發起啷禮嚟啊，唔係人咁品噶，就係呢個啷禮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